来继续来到中华139线，光景真水。有一个男子，去年的2月，骑重机车伫转弯的路段压车2摆，互录影检举。警方甲开2张危险驾驶的罚单，罚款是18000块，而且吊扣着车牌6个月。伊不服，提起着行政诉讼。伊讲是为着要求稳定者来压车，嘛无超速。结果法官嘛认同伊的讲法咯，讲这个压车是为着降低重心，无算是危险驾驶，所以来撤销着罚单。安尼一来，压车变作是合法的哦，引起着热烈的讨论。这个查某人骑重机转弯的时，有2摆压车通过，就是这个行为，和这个姓李的骑士，互人录影检举。伊去年2月骑车经过中华139线的时，经过一个越2摆压车，事后互警方开出2张危险驾驶的罚单，重罚18000块，并且吊扣车牌6个月。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。法官认为，这姓李的查甫人压车是降低重心以利过弯，难以认定讲是危险的驾驶，判决撤销罚单，互人怀疑讲安尼敢是变合法啦？我已经判这么低了，你还要撤销，我觉得就，对啊。合法就爱警察去认定啦，无车来讲也无超车也无违规，啊你若讲速度超速度，影讲有违规啦。中华139线是出名的跑山路段，真热车祸被称之为死亡弯道。昨暝道2台奥多摆因为不明原因离残，去年5月到8月，敢若3个月尔，都有3个人溺死。本分局仍持续加强该路段违规的这个搜证以及执法的力道，以维护该道路交通安全。警方对着法院的判决表示尊重，未来嘛会继续加强搜证，维护其他用路人的安全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